拢想要。大家好，我是楚婷，嘛会使叫我阿婷。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伊是幼气的吼。你讲我幼气的？幼气爱戴手套，无结果来会共抓着。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有下无？有啊，古锥的。会当行着的世界行行，哈哈哈哈哈，下半场人生，哈哈哈哈哈，几岁拢无要紧，哈哈哈哈哈，下半场练习，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来到这个空间，目睭看到的，你搁有手摸到的，有咩讲吼？拢总是罗老师伊手做会当的。台语有一句咧，客家语咧讲，戏白卡徛久，都是你的。这就是咧鼓励人吼，你做一件代志爱专心，吼，安尼就会出头天。啊，毋过咱即摆的社会拢咧讲多元，咱的人生用个斜杠斜杠搁斜杠，所以讲到底咱的一生拢寄附伫个一件代志面顶，到咱的人生下半场会看到什么款的风景呢？老师。婷你好。哦，老师，我一日来就看到安尼，足济竹啊！你逐工拢甲即个四君子梅兰竹菊做好朋友呢？对，啊，阮住咧竹山，所以讲几乎逐工就是拢咧望竹啊。望竹啊，安尼对，安尼就是好的朋友。对。对，当讲到竹山啊，我咧想，哇，来到遮一定看到的拢是竹啊，拢是竹啊。啊，即摆是毋是较无人咧种啊？哈，差不多60几年、60多年，是。迄阵竹山竹啊足济真正竹山足济啊，因为现在直直减少去了，因为竹山茶、六角茶拢足好价的，所以讲大家就甲拼条种茶，一支竹啊，你算咧卖无10箍，一斤茶当卖1000外箍。安尼差太济啊，袂比的。对啊，所以讲你讲竹啊是安尼直直无去的原因，都是伫遮。竹啊，直直无去安尼，对，安尼听了会心酸的，因为安尼讲起来，即个地名竹山，说真的，有咩感觉袂到啊，对无？但是外来的竹啊，嘛是拢载来竹山，因为所有的工厂、加工拢伫竹山。老师，我即摆看到有散的，嘛有肥的，啊，搁有这有够大颗的。这就是命中竹，咱冬天咧食竹笋，迄叫做命中竹。冬笋啊，冬笋。冬笋就是这。啊，这命中竹就适合雕刻。啊，若像这咧，老师这就是足油的呢。老师，我看到。啊，这款竹伊就有咧变形。这个足特别。啊，有人讲是龟壳竹，有人是讲人面竹，啊，有人大陆迄边就讲布地竹。啊，因为咱都是竹山遮海拔伤低，伊拢结较袂遐水。啊，伊会结甲我讲有水结只长，会结只长，拢安尼规支拢安尼。拢有培养到对啊，而且这都是天然的哦，这毋是特别刻出来的安尼。有的人唔知影叫，其实讲咱去甲拔的，其实唔是，伊是天然的。是吼。哎呀，老师，你即摆有啥物势头咧做哈？最近就是有因着迄个
笛啊的简单的乐器吼，哦互囡仔耍。竹琴迄类的吗？这你会使甲讲看啦，这哦，用这个手铃这东西这个讲，哦对这对，安尼。哆来咪棉花嗦啦西哆。啊，伊若哦做较40外音，就变一个演奏的像钢琴啊。哦，是哦，40外竹琴，伊就半音嘛拢会出来啊。有当时啊，迄原住民咧表演，对是会用这安尼。啊外国较流行啦，人喺外国有专门咧做这款乐器的公司。哇，啊，咱台湾即摆目前是有开始咧推广。有咧推广对啊。啊，老师你等下，啊你要做啥？我来记就好啦咱就。是来做这好，简单的做看咧。好，我来用我的手机啊。我即摆就是摕这笛来正康。过来，先来个破开，啊，就一个胶啊。所以老师你头拄仔咧正康啊，是要互伊较好写是无？因为咱要破落，你若无种较济空的吼，有当时薄一个破到会平去，啊，就了去啊。啊，即摆就甲收啊较水咧，较优咧安尼。啊，再来只调音，看下个音有准无呢？啊，调音讲有啥物机器啊，还是仪就器？买一个这简单的仪器啊。较悬一丝，嘿较悬一丝就爱剪，即摆就爱用这台剪。啊，剪了这台来，搁用这台甲磨一下。这爱磨是因为伊足大的是无？安尼才袂互囡仔挂着手啊。哦啊，才过来讲看咧。所以咧做这个乐器啊，会去讲是爱足准的呢。啊，都还袂使收伤济咩，伤济有当时会过头的。是啊，所以拢爱咱咧讲微调啦，一丝丝啊，一丝丝安尼收就对啊。嘿啊。我安尼哪听嘛听会出来啊。老实讲啊，若是我来做这道的啊，我绝对做袂落。因为老师我个性足急的，足爽的，所以讲这安尼慢慢调，我真正无耐心。有啊啦，嘿啦，差不多啦有。啊，真正有啊。差不老师，多啦。我若做你的徒弟啊，你应该害头哦，像这个安尼，动不动就讲好啊，有啊。一丝啊就有啊。其他的迄个伫甲艺的工艺，你有收徒弟啊，收学生无？我过去是拢伫公所加主管家具，家具就是刀啊、椅啊。啊，嘿，我伫公所教要20年啊。嘿，啊，但是要来学的人无介济，来学的拢60、70岁这样的，因为这样有经济基础啊。啊，所以讲，因就利用暗时用的时间来学，啊，学的就做趣味的，做送朋友啦，做家己用啦。啊，毋是专业的，毋是要靠这专业的就对嘿，啊。啊，即摆囡仔吼，学历拢足悬，是，啊，生少，即摆少年的真正拢做袂落，变安尼啊。是，所以讲，阮即嘛足烦恼了，以后若无师傅要做这竹椅啊、竹刀啊，哇，煞无物件好卖啊。啊，无外国人是足爱咱的台湾的竹啊，因为这是天然的物件。过差不多60年到70年、10年的中间，迄阵外销上济就是拢差不多我讲的啊相倾啦，一寡杯垫迄阵销上大，珠宝盒啊，所以讲即摆孟宗主的加工目前都拢无啊，拢收了了，即摆拢剩规定啊，贵竹啊。贵的加工尔。嘿，啊，若像即马即个贵竹，敢有阁有咧臭竹啊？错竹啊，当然上好是伫年底是上好啦。上好哦啊，当然咱即摆若爱用着，若爱用着嘛是爱错啦。啊，今仔日爱臭无？哎呀，咱啊，无老师，咱物件安尼可好好我先对你来臭，好啊，咱来无？去参你看。嘿啊，咱今仔日有错一我即寡，错一寡当来用。嘿，变成小帮手咱来个做椅啊，做椅啊，翻译上爱用好啊着。好。
头啊，对啊，是头日头啊起咧，这样法度来去做工课。这两人吼，嘿，这两人，有水有豆啊有酥啊，好，来我倒看，谢谢啊。对食吗？拢好啦。这个买使，这像迷宫里，行入去。好好好。是那个迄个桃花源记有无？嘿敢若无入口啊，行入来，哎哇！小径真水咧，无看。嘿一个新的世界，哎，真特殊的吼。足开快的，嘿足水的。啊，这底啊，伊就是咱若早3年，请过老的啊4年，就一定爱错掉。安尼你讲伊才会这啊你若看就知影颜色，若较黄暗的，迄就是较侪年啊。咱即摆要开始做事啊，吼！啊，我看你刀啊，啊，我就好啊，下来安尼较好势啊。啊，你我叫一个是吗一个嘛，互你下好无？好啊。我虽然是伫咧都市大汉的囡仔，但是加减会晓啦。对对。嘿啊，因为平常时四界走安尼。对。嘿，好，所以这是刀啊，啊，这后壁敢放啊？无，这后壁本来要插刀啦，啊，买好啦，你我看插机啊就好啦。哦，大家看后壁有插者，一支刀咩？啊，要夹就是安尼夹起来，啊，要插就是安尼甲插落来。老师你拢袂插做歪去吗？一习惯就好啊啦，这一个习惯就好啊。就是我可能啊，机啊伫边啊就较好夹，安尼咱等下你真底啊就会使夹起来，所以啦。我卖用迄个啊，好，因为老师我要记录你的生活，你先错2、3支啊，互我记录好无？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哦，我用我的手机啊，啊，我看你安怎错，我等你吼。好。就有样学样，我就对你的脚步安尼吼。好。好，安尼来像这较黄暗这，就拢会使错啊这。较黄的。嘿，啊，就来用机啊记，伊较济啦，较袂来啦。哎，记录起来。嘿，啊，行来，咱要爱，咱才过来剪咩？来顶，因为咱的顶无足长的嘛，所以讲可能会使这个长度尔，袂使伤长，伤长顶落袂落。你讲长去爱落顶是爱煮哦。咱下头要杀咩？哦。啊，所以讲袂使伤长，伤长咱的顶，因为咱做的4尺2尔。哦，安尼，啊，这就莫爱，这个电机那个用掉。我甲你讲，迄滴鸡啊是陪伴我大汉的。嘿，你知影为虾米无？迄个竹笋炒肉丝，知无？较早细汉无乖，就是用这手洗啊拍，这白龟背，白龟背安尼。炒肉丝啦。嘿，竹笋炒肉丝。哦，哇！足长的吼。这足长的呢，这长。啊，所以讲咱就是厝较尾仔咧。老师，咱今日虽然是凉凉啊，但是平常时热天咧热的时阵是足热的。对对。你嘛是安尼做事。啊，所以讲就爱较早来咧，中昼这段时间就尽量休困。休困。啊，较尾仔嘛，搁做较暗咧。啊，这么辛苦，你迄当阵为虾米会想讲要做这道哈？是虾米原因？是爸爸传落来吗？还是？因为较早我是伫台北嘛，台北我因为迄阵是半工半读吼，我伫迄个远东集团迄个亚东化纤公司，台北转来了后，我就开始69年来德山开始学做竹啊。迄阵就当咧流行这个盆栽，竹啊盆栽。较早人拢爱造钱，迄早期这一支竹啊，种一盆啊会当卖450块。所以迄当阵你会做这道，主要是感觉讲有迄个经济价值度着，会当赚着钱，会当转嫁。对，啊，因为这农地你袂使去荒废啊，你一定要种物件。啊，咱因为咧做生意嘛，无用好种其他的物件，啊，竹啊就上成功啊。竹啊你若甲种落，几年啊过，3年伊就成林啊，就规片拢是啊。我今日来除了记录以外吼，我嘛爱对你错。好，我等下教你安怎做，我手机啊就记录到这吼。好，谢谢。好，来。因为伊是幼起的吼，所以讲要做竹啊要戴手套。你讲我幼起？幼起爱戴手套，无迄竹啊来会共穿着，这个左手。哇，真用用吼，叫幼因为起。阮买这较服帖，较好用。安尼都像这。老师，你帮我切，啊，我来动作。这较黄暗这就好啊，嘿。老师，我要拔刀啊。嘿，啊，你就对，那歹记对遮，一前一后，慢慢啊，速度唔免紧，啊，唔免讲作出来咧。袂生。小可甲
打倒转来，安尼伊才袂去互夹咧。好，安尼，啊，这样夹，搁会放迄边，咱等下才来煎。第一支啊，出来啊！嘿，哦，有较侪时间哦，费较侪时间。因为我惊，我会惊。要紧，豆豆啊，因为小弟个嘛唔免急。嘿，啊，往后搬一点点，伊就袂夹咧啊。哦它，才不会夹住，哪记就哪，哪甲掉一束，嘿对安尼伊个缺口就会较开，就较袂夹掉咧。啊，慢慢调成紧，调成紧，你会厉害。会闭开，嘿，对。好，安尼。速度哪个有较紧啊？嘿，有啊，愈来愈熟手啊。嘿。嘿，安尼你有适合搬来阮遮住好啊。后工若欠人来到草地啊。刚吼，嘿。重的哦。一个人惊两马，无问题。无问题啦吼。哦，你遐有力。哇，我有食早顿啊。安尼咱做好啊，拿来放，放下底，啊，甲开开。哦，老师你辛苦。好，来，我放来才来甲你斗食，安尼无问题才好放。我搁经会了的。嘿啊，安尼你就较辛苦着影。好，来，呗。我斗食。你我拢食足济。嘿，是啊。有来穿这边。啊，这搁几下饼，刷搁起来。哦，老师真正无简单呢。老师你今年几岁今年68。 ？68岁啊，比我搁较勇。对啊，来，喂。嘿，是啊，好，好，今仔日做好遮济，等下咱就足济的好衫啊。好。咱下昼就是要来甲顶啊洗身躯啦，哦，洗散蓬蓬。温暖，嘿，甲洗蓬蓬。有无咱的顶啊本来很脏，啊，经过这个苏打洗过，它就会很干净。所以内底已经有放苏打了，对啊，苏打粉迄种的。工业用的苏打水，哦。工业用的迄个苏打，啊，苏打本身就是咧去污啊，是。就是咧去垃圾的就对啦。老师，咱莫讲人就是咱咧白迄个白甘蔗的。足成吼，有生甘蔗吼。对。因为咱那个要即甘蔗蔗咱这拢厝这头啊较水的位，所以讲看起来足生甘蔗。对啊。啊，这会烧，所以讲就爱温水啊。这水就是要温咱的手，莫要烫着。老师，等下吼，换你来涂，我来洗。你手套内底要入水。哦，这就是美角呢。啊，我倒啊，因为这水滚滚啊，哦，你好了，安尼就过就好啊。轻轻啊，捋安尼。对，滚过就清气啊。内底，手笼内底有水，就真正袂烧安尼。啊，若烧的是，你就搁浸水一下，搁入水一下。所以我唔免特别用啥物菜龟布啦、地布在卤。因为这你菜尾布嘛歹洗。啊，就用这手笼安尼。对。哎呦。老师，请啉茶，请用。谢谢你。多谢老师哇！谢谢。你学一寡功夫，真正这足宝贵的。你看安尼用心设计，咱用这个底下的一寡餐盘啦、器具啦来对这的点心，你看安尼感觉安怎？看起来就足好食样的，是吼，足想要食的。真正的
啊。嘿，你平常时甲师母两个人吼，双人的迄个晚餐哦，迄个浪漫的晚餐，敢会安尼排？会安尼用这个碟仔落去排无？因为一般咱做生意哦较无闲，所以讲拢是足短时间，就爱甲中昼顿、暗顿食完。爱甲改当时人过呢。客多来哦啊，你就无时间伫遐摆甲像安尼遮精致啊。是嘿。啊，老师，你会感觉讲吼，你为着这项功夫啊，有要讲是一世人拢为着这碟仔咧打拼啊，所以你付出真济。老实讲，应该嘛牺牲真济啦。比如讲，吼，你家己的佚佗的时间，为着要顾生意、顾腹肚，嘛是互这间店拔掉的，你会有安尼的感觉无？啊，因为已经做40多年啊，吼，所以讲你嘛会感觉已经习惯啦。啊，过来就是讲，尽量咱嘛会看会当做一个传承的工作。我的囡仔嘛，渐渐拢有在学，就是讲学做竹椅啊啦，学编织啊，吼，伊嘛拢会晓。哦，啊，所以讲目前身体也会堪你的范围，啊，就加减斗做。嘿，啊，所以讲嘛是要斗啊放。我感觉老师你真正是责任足重的，啊大头嘛足重的，对啊，还好啦，因为真正心心念念的，嘛是感觉讲这项功夫就是爱甲沿路对继续，哎对无？对，就是安尼。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手稳啊，手稳爱稳。讲到做衫、裁缝这件代志啊，吼，对我来讲足熟悉的啦。袂青分，迄是因为吼，较早阮兜都是咧做衫的，咧做男装的。啊，阮妈妈吼，为孝女开始就咧做衫，到伊尾啊吼，身体健康袂堪一个才退休。伊做衫超过30档，啊，要甲大家讲哦，伫我边仔这位有无？看起来那少女的阿琴姐啊，伊做衫超过半世纪啊，哇，真正就无简单的。到底是啥物原因，互伊安尼坚持落，到即阵还搁咧拼呢？咱来甲好好请教。김치啊，麻烦你看一下，安尼，我倒来啊，有病无？身躯是不了袂歹，但是你这手这吼，我无开，这我无开，这啊对，我也是讲阿김치啊，麻烦你吼，刷一个位甲我加几步啊。好啊，来，啊，我甲你教。安尼我转去就较会晓有衫。这领，你这个领是纹了真水，但是这个吼，领做啊吼，你安尼会变做后壁这个领做会走出来。对啊，这个是领做，这是领做。啊，所以你就是爱甲伊纹到较累一丝啊。爱甲含过去就对啊。对，安尼。哦，了解。会安尼。啊，干那中方就好啊嘛，两边呢。因为你边啊啦，用较伤安尼吼，会变做叉叉，吼变做。我找到原因啊！我就是伫咧厝的这边啊，我嘛安尼甲有干呢，就真棒的。牵起来会感觉安尼叉叉，对，我感觉无自然呐，无水，袂自然呐。哦，安尼就足水的哇！安尼真正用起来就袂走出来哇，伊的领做啊就袂走出来。阿김姐啊，你迄当阵哪会想讲要来做衫哈？是因为你爱穿水衫、爱买水衫吗？是啥物原因哈？迄当阵吼，查某的吼。你也无爱读册，就是爱学功夫。学功夫，我17岁就开始学做衫。17岁，对啊，真正是超过半世纪安尼，对啊。对啊。啊，你最近有改倒一领较麻烦的无？哦，最近改一领吼，还佫2领还袂改。是。因为我有改一领起来啊。倒一领你吼？一领。最近。这领吼，这领已经是改好啊。啊，伊原底是安怎？
因朋友送的，为日本买转来买3领，啊穿起来都看是型是足水的，但是迄穿起来怪怪对不？怪啊，怪怪啊。我比过买，头前佫足短的啊，所以这是原底的型，对啊，原底的。原底的型。后壁，就是安尼会感觉翘骨。吼，你侧面看，佫较严重，侧面看比正面佫严重。啊，所以即马变做诶，安尼，诶，前面头前这块就是加落去的，所以讲摕伊后壁布来加。后壁这碰这无安尼，对啊，即马变平。啊，你真正情况嘛？诶，好啊，比较者，哒啦，这是改好诶，改好的嘿。改好诶，诶。应该徛较贵啦，迄块地。大家看，这后壁安尼有顺啊。后壁的景都拢无去啊。但你无翘骨啊，平。虽然讲改这足费气的，但是改了有感觉真有成就感哦。有啦，有。所以吼，已经年岁遮大吼，一直要退休，啊，人客嘛是拢，你莫退休啊，退休我3日要摕迄道改呢。一直甲你拜托就对啊，对啊，我有看到啦，迄堆啦，迄拢是咧排队的对啊。嘿啊，啊，我甲人客讲，因为我即摆是半退休的状态啊吼，啊，你拢莫甲我赶，我就无法度甲你做。哦。如果你若讲足紧急要穿安尼吼，啊，拜托你去先别人，先替别人改。所以你即马都是哪改哪休困啦，都是有代志做安尼的意思嘛。哦。阿琴姐啊，我感觉我安尼牙那无介水呢。对啊，因为我惯是用这设计家刀啊，我拢习惯用这刀仔片，刀仔片，安尼，刀仔片，你摕安尼，再搁甲我夹一个好，摕安尼，嘿，2指，嘿，对，你先听一个试看嘛，试看嘛，对。歹势，等我一个。我即马目睭有较差，等我一个。你要少年呢？无，我嘛无法度啊。有一项物件是袂用白插，袂用好笑的，都是岁月啦。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支老花，老人目镜啦，吼。安尼较清啊，好。清啊。会互你安尼继续做落是。啊，感觉有这会老顾客吗？唔啊，嘿啦，嘛是拢老顾客啦，啊个伊个当客改起来，感觉伊穿起来哦足满意安尼，咱嘛感觉心情嘛足好。了解。会啊，等下，我想要记录一个。系啊，记录你改衫，好无？好。系啊。好啊。好啊。啊，所以真正是你的衫吗？真正我的衫，我的裙，你的裙。啊，所以即摆袂晓穿啊，啊，改做短裙吼，这个短裙啊，运动的时会使穿。了解。哦，1秒变短裙。短裙。啊，所以等下嘛爱夹拉链，啊，搁爱夹衫吗？因为咱拍伫个外口面呢。是。啊，所以用松紧带就好啊。这内底一包一包的。这就是尺寸拢无共啊。哦，拢够大。1至2的。嘿。啊，我即摆咧用1英尺的就好啊，1英尺的宽度安尼。好。较袂遐暗。这是你的百宝箱哦。哎，这百宝箱，这边都是百宝箱。金姊啊，我借问一个哦，你若咧赶石头的时阵啊，啊你安尼车衫一工上侪车偌久？一工哦，捌做10几点钟呢。
十几两点点半的时阵啊，嘿是啊，哦，啊毋困足少的。啊，就莫出去佚佗。哦，搁较安怎无用，我嘛早时拢会去运动啊。运动绝对袂用放的，嘿，对啦。拢一定爱去运动的。老实讲啊，我即马听到这车声，我会想要哭。我还袂困的时阵，嘛是听到车声；我困去醒起来，嘛是搁听到车声。所以讲，这车声对我来讲，就是爸爸妈妈迄代因拍拼的声音，伫我的印象当中，嘿，拢无法度甲放袂去。对，啊，琪姐啊，真的好感动啊，没有？真正我感觉啊，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这个车声啦，嘿，对啊，哦，安尼，安尼好啊，就真领滚啊。那，真正有水呢，搁有吊这珠啊啦，亮片，哎呀，我咧水嘛亲水伫遮呢。有下无？有啊，有足古水的。无？啊，我拄仔在想要做馒头吼，互阮跳舞班的人食呢。是啊，吼，你要来斗相共无？哦好啊好啊对啊，馒头爱出答嘛，我可以，可以哦，好可以可以来，可以可以可以，行。同齐来做。啊，我穿这裙安尼做袂要紧吼。要紧，要紧。这一条，互你用。一条互我用，啊，要切偌大份啊？安尼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好，好，安尼我知。好，照这个细就对啊。所以等下这馒头我嘛要做一个造型，对无？哎呦，看你咧做啥物型？这是啥物？我看无。对，赞啊！不是，赞！其实我是讲我是有淡薄仔心虚啦，对啦，因为我这马知影无做好，等我是我可想起来。安尼愈行啊？嘿，赞，有真介意的赞。手嘛真开。我感觉，若是一个这条的人，可能会这是恐怖安尼。大家太厉害啊！哦，我真正猜袂到安尼，嘞。咱大家要休困一下来食馒头无？啊！小馒头。我家己亲亲做的馒头，我嘛有阿辉到哥搭豆奶来。下落安尼。嘿，要用干净有无食啊？我有食着吗？好好吃哦！我莫爱着无？对啊。你20年后了哈，我们还可以再陪你。我们20年后在榕树下等你。有完一只跳舞，家里家，人树造就。哇，真好！我谈过20年后，我来吃咧。是我的爬坡都对得着啊！我刚刚有一点跟不上，我先自走搞了。啊，搞呀！等下啊，我会跳一段舞，为草屯，我编的舞。哦好啊，你帮我录影。好啊啊，你帮我录影，吼，啊，你就这，吼，安尼甲饲饲落好安尼，好好好。好，大家学姐搞赞！我今日
足欢喜来甲草屯食，吼，甲你安尼跳舞，跳的，我感觉我那个瘦3公斤啊。啊，我等下跳舞，跳的吼，咱来battle一下，大家知影啥物叫battle无？知。迄就是少年人吼，伊同款爱跳舞的人，就是定高机的意思，来单挑啦。哦，我跳，点你，啊，你就踹，跳，搁点你，哦，有点接力，然后要挑战的意思安尼。但是咱今仔日卖 battle， 咱是 battle， 搁较好，哦，咱是互相求进步安尼的意思。咱唔是 battle， 咱是 battle 安尼，吼。安尼等下大家讲，等我拍扑好无？加油！足久以前，真侪人来到草屯来咧做生意，有海边来的，有山顶来的，大家拢想要赚大钱，小米就帮你，赚大钱。赚钱了后，咱草鞋就爱来换新，草鞋爱换新，草鞋爱换新，换一箱，换2箱，换3箱，换4箱，这就是草屯叫草的屯的原因，姐姐换你。喂，凊彩几步拢会当的，互你囝，笑眯眯，大家足欢喜的。是吼，啊早上咯，跳舞了，搁食点心，开讲。等于搁食一下早餐哦，足满足的。今摆呢，人生下半场是你感觉上满意、上爱的吗？哦，即摆安尼是足满意，啊搁身体顾好就好啊。即摆就是主要就是安尼，啊，逐工安尼笑眯眯，逐工安尼快快乐乐，啊每一工拢会用健健康康来这跳舞，上介好的。啊，另外就是工课嘛，会用顾到对无？工课哦，做无做拢无要紧啦。咱定定咧讲职业无分好歹，行行出状元。啊，毋过回收这个工课，伫咧世俗的观念内底，就敢若是较无遐尼啊青呀的头路。我即摆要介绍一位福伯啊。伊毋若是甲即个回收做甲足专业的，伊阁甲环保即个代志当作是伊一世人上重要的代志咧对待。大哥，借我问一个福伯啊，伫对？我无看。你听？听吼，好，多谢。你无闲哈，辛苦啊。敢有听到声、看到影？借问一个，是上高水、上得钱的福伯啊吗？福伯也是是，但是吼无上过水啦，普通的啦。哦，福伯啊，我每一回来甲你食，感觉哪敢来到这个建材行？对啊，哦，你看这物件，拢整理甲。足详细啊，足整齐。事实上，这拢是回收来的。这拢人拆厝，啊，咱知影就去遐甲捡补转来。这茶汤吼，较早90%拢运落去的。你讲这木材拢是运落去？嘿，大部分啦。大部分。嘿，啊，咱捡起来美容就有。哦。啊，即马真济吼，咖啡厅啦、餐厅拢爱找复古的物啊，啊，拢来遮找。对啊，你讲到复古，我就知影，这个花草已经无咧烧啊。
无咧做嘿。对啊，我知影这叫做十字纹啊，十字对无？嘿，咱一般人拢讲十字花啦。对。啊，其实阮学师的时吼，拢讲叫做银青，银河的星星吼。哦哎，有啊，这十字就是像星星安尼。了解。哎是啊哎啊，这花草我知影，这花草叫穿透，刮去啊，刮去啊。哎，透明的。嘿。行入来到食吼，袂输敢看到迄个厝的历史的。嘿，嘿啊，迄年代拢无共安尼啊。所以讲，我若是要起一间厝，我感觉讲有需要这款的门，这款的窗仔门，我就会当来遮找，对，来遮选择安尼。互古宅有一个新的生命安尼。好伯啊，我知影你遮只是小小一部分尔，你另外有搁较侪部分对无？哦，有影哦，遮藏袂落的咯，活藏别位。我看别位，想要看无？足想要看哦的。啊，请你来，你带咯，你带哦，对我咯。行，对我行。哦，来到遮看到的物件更加济呢，而且，袂输那个迄个片场的迄片的拍片的迄个中影文化城。有影行哦。有啊，你看伊啊，有啊，拄啊，有家具拢是你去收来对无？是。啊，看来这李门汤我知影，这都是后辈啊，你正港的功夫。哦，有影。对啊。你咧讲，我才想到，哎，15、6岁就去台北学师啊，就是做柠檬汤。15、6岁，迄当阵我阁是囡仔呢。嘿啊嘿啊，啊，你就离开故乡安尼去拍拼哦。对。哦，迄当阵会想厝咧。要去你啊咧，太久啊。是哦。啊，迄当阵你学迄个功夫是会足辛苦的哦。还好啦，是。无想遐济啦。哦，反正是大讲啊去学功夫，对。无闲的膝头都是伫咧食对无？哎，搞工啦。这是收来的，哎，啊，这是当咧收，做一半。做一半的。好，安尼，好伯啊，我要来用手机啊记录。这就是较早的老菜厨啊。哼。较早无冰箱，菜食拢爱收到这底放。是。较袂有雨尘网啊，安尼走入去。这个结构还好，就是后壁房啊拢害啊。哦，我看一个哦。哎，抽屉拖底嘛，还佫找回收的鱼肉器来补。边仔这是毋是当咧收？你讲做一半的是无？啊，你即摆有啥物要做的吗？哦，这门拄做好，过来就爱好去。所以过来就爱锁后钮加锁起来，才有成一个图啊安尼。哦，水吧。我赶快啦！有工无？有差呢。袂输甲查某囡仔去勒索有无？迄皮肤变甲足油的安尼。哦，遐个讲，遐个讲。这句的。哦，好伯啊，我看到你吼，头拄啊，这收好的迄个表情，哎，你足欢喜的。哎，对。哦，因为看到这阿嬷的嫁妆吼，大部拢鱼肉去啊，是。下角就是粪扫。哦。哎，你甲修理一只就是点做一个粪扫。啊，像这个物件，你修理好了后，是人会来买，会来收，还是安怎哈？哦，这有2种啦。有的是卖，有的人弱势团体若需要，咱做好的嘛，听总爱送伊。所以讲，若是厝内较袂得过的，你就可以使用就对啊。对。哎呦，时间要到呢哦。什么时间？我等下爱去社区演奏啦，你敢要去？可以吗？会使的吗？会啊。我今日你的小跟班呢。哦，加载，菜做也袂记。咱头拄仔膝头做啊袂记啊。系啊。哎，足远的咧。袂啦，隔壁尔。好。
好，大家手啊正好听吼。来，有家己一个爱的鼓励哦，预备开始。所以做环保有重要。哦，所以足重要。哦，过来，你先看福伯卖哦。啊，伊每礼拜一甲拜五会来甲南港乡新北社区的即个关怀据点古店来遮做志工。啊，伊来遮都是利用伊迄个口琴、口琴吼做伴奏的对，互大家时代咧唱歌唱甲足欢喜的。啊，头拄吼，佮唱迄个环保箴言歌，看到大家安尼唱歌啊、拍扑啊，足快乐的模样，会用练肺活量，另外吼会用宣传伊对即个环保的概念。啊，大家吼伫咧唱歌的当中吼，就会慢慢去感受到环保的重要性。啊，另外吼，伫咧生活当中，慢慢去实现环保这个上重要的位置。我感觉福伯吼，头脑有多谢在。你勇气啦哦，你分量嘛真好啦，但是甲正题无相干。做环保好不好？哦，时间足紧的呢。福伯啊，哎，头拄仔迄表演有够精彩，大家无啥拢吹甲安尼。啊唔一样，多谢你，多谢你。啊，即马差不多到啊，是毋是咱会当休一个休到？啊，小等下哦，我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呢。你有啥物工作？你出去修理玻璃。开这台？是啊是啊。这台车是你平常时咧开的吗？嘿，这就是讲要载玻璃出去修理，哦，啊修理到顿哦，忝就听车顶困。诶，汽车旅馆。所以内底毋若是一寡计石头啊？哎，啊，佮有啥物物件会当拍开吗？敢要看？干一个嘛好啊。玻璃，佮一顶眠床。这眠床是谁咧困的？我出去，哦，工课做忝就听困。哎，所以幸福汽车旅馆。所以是你个人的幸福汽车旅馆就对啊。出发喽！哦，出发喽。我伯安即马真正要来兜风啊！今年想讲今年70岁是要退休啦。啊，较早拢日日总系唔捌去佚佗。是。啊，所以利用这个时间，哦，为这环保宣导车，啊，四界佚佗，四界宣导环保。哦。哎，安尼个意思是讲，你原本爱做的代志嘛，无甲放的，嘛是继续做，啊，只是换一个方法，换一个形式，安尼是吧？倒一间哈，边仔间边仔一间。开始工作。好，来。另外是，敢是这片内底。必开的这片是吗？哎，对。你说你哦，哇，这有要吹气啊呢？无紧，无问题啦。好，来，这个，我再先落去。好。啊，你看了后摆拢听换玻璃的。哪有遐简单的工有啦，咱工务你看了了。学迄，唔知学偌久的，我才看一时啊尔，无可能的啦。好，啊就好啊。安尼就好啊，一片就好啊。来，你放我摕落。好。我摕去卖好无？我想看，来。伊唔知偌重的。哦，一、二、三。我摕好啦。来，我摕，安落啊。哦，有够重的，有够重的！哎，好肥啊，那真正，我在练呢。没啦，这手袂当，摕管是就好啊。来好，你改边个搭上。好。往上推。哦，对了。安尼就对了嘞。好啊吗？爱看，我拖起来有平无？也无对中。爱看数哩无？袂数哩。好。哦。安尼一片就偌好啊。呀，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呢，咱伫咧遮安尼换主人咧，大人去上班，是囡仔去上课，是，所以你就家己来换，我叫伊锁匙留咧，去甲你联络好，你就来换。你是甲因足熟的是无？足熟的啦。哦，4个囡仔拢查甫，足活泼咧，定拢抹玻璃。所以定拢破玻璃，拢破到修理甲熟悉就对啦。好，安尼咱甲关好，锁好，来，要是甲修理就好啊哈。这嘛关起啊。再抱起，再抱起。抱对着，安尼好。好，哎，咱来收收的喏。OK。哇！再听你哦，那会甲好听尔，唔若好听，落痛，爽你啦！老讲，你老讲。哦，我爸啊，我真正就欣赏你的。你知影为虾米无？嘿，因为吼，足侪时代，应该唔若是时代，足侪人，一世人都是为着一件代志咧打拼咧努力，但是伊无一定会为着伊的人生的下半场去规划，甚至有可能，伊一世人都是为一件代志咧努力，吼，咧打拼，但是到老啊，到人生下半场，伊就来长去放弃啊。啊，你无呢？你搁会晓去转呢？嘿啊，啊，搁甲兴趣安尼结合，啊，搁有即个行动的旅馆，安尼四界游览、四界爽。感觉你的人生，我足欣赏。哎，真幸福对吧？对，真幸福。对啊，足好的，足好的。嘿嘿。